Hello 各位，呢幾日咧回收女團就3位姐姐放緊假，咁今日就由我哋3位小師妹嚟為大家講件事，就係威利斯環保成功獲批 P 卡，即係採購卡嘅收款資格啦。有咗 P 卡嘅收款資格，即係代表咗威利斯環保嘅服務品質、財務合規同埋經營信譽，皆一致通過晒政府同官方最高標準嘅審查。睇下呢度咁多伺服器，硬碟又多機密資料，有邊間環保回收商可以幫到我哋？選擇政府認可的環保夥伴，威利斯環保會提供專業報廢回收同燒系處理，尋日舊電腦同埋電子產品回收，咁企業 ESG 發展更加安心、更加合規。對於公營機構、教育團體同埋各大企業，透過 P 卡採購用威斯環保嘅服務，麥打唔使煩惱供應商審核流程，更加能夠喺合規嘅前提下完成快速採購。大家重等，快啲打電話俾我哋啦！